台南好食的酸野世界出名，深受国际友人的喜爱。虽然现在因为疫情，各种活动拢受到限制，但城市之间的交流袂当因此而停落来。为了协助台南酸野行销，日本福冈办事处特别促成这场台南市甲平户市的时讯会议，互相分享双方的特产美食。平户市跟台南除了郑成功的交流之外，有很多我们可以在文化上在各项的产业上交流的地方。我们谢谢黑田市长在平户市很用心的以台南的爱文芒果研发了日式的点心，我非常期待呢能够试吃品尝。此外呢，也要谢谢陈处长促成这一场非常具有别出心裁的视讯，一点都不会矮板，让大家不仅可以见到老朋友，还可以吃东西给老朋友看，让双方能够以线上的方式互相行销特产美食，城市交流，也能够突破 COVID-19 疫情的这个阻拦而继续深化。因为疫情关系，虽然和双方无法度面对面手握手交流，但借由这次台南爱文酸野线顶试食，增进农产交流，也和城市之间的情谊会当持续深化。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